国际研究显示，讲这细菌的抗药性是愈来愈悬。伊个台湾到2050年，当年可能会有3万多人因为感染死亡。林口的中家病院进前就收一个新冠肺炎的患者，住院的期间，佮去喂着超级细菌，住院是住超过1个月才度过危险。第4波新冠疫情继续小，但是国内抗药性细菌感染的威胁有可能搁较大。林口中家病院进前是收一个50几岁的妇人人，因为确诊新冠肺炎，双边的气拢发炎，带入去加护病房，后壁搁感染超级细菌，引起败血症，住院1个多月才脱险。第一波是绿脓杆菌，第二波是这个多重抗药性、高度抗药性的克类博氏杆菌，所以这个病人在从治疗 COVID 到治疗抗药性细菌感染，一共我们整个医疗团队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才让他健康恢复。台湾感染症医学会讲，国际研究看出，对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了后，一寡抗药性的细菌盛行率是大大增加2倍。其中有6大全球公认恐惊是无药通用的抗药性的细菌，包括经黄色葡萄球菌、肺炎克雷贝氏菌、裂窿怪菌等等。台湾感染管制学会烦恼，若对抗生素抗药性造成的风暴大意，到2050年，台湾当年会有33000人无命。大医院来做这些带领这些诊所，还有区医院的来做这医疗的一个抗生素管理的一个工作。医界指出讲，抗药性的问题继续恶化，未来可能连眼睛的治疗嘛会受到影响。建议政府加速抗生素新药仔的审核和合理纳入健保，而且较紧补充感染需要的专业认证。另外，新冠疫苗的部分，莫德纳正在研发以 Omicron 变异株 XBB 家族为主的新一代次世代疫苗。总经上讲，若顺利，9月就会当进回给大家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